以下係蘇樂怡同學嘅故事。佢認為呂正文同學係佢學校裏面最具正能量嘅代表啊。因為有一日佢見到一個一年級嘅同學喺小息嘅時候玩，唔小心佢跌親喎，於是佢就行埋去啦，然之後問嗰個同學：同學你點啊？個同學就答佢：我玩嘅時候唔小心跌親流血啊。呂正文就話：唔使驚，等我扶你去詢問處嗰度啦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呂正文扶起佢就去詢問處嗰度咯。經過書記姐姐嘅悉心護理之後，嗰個同學嘅腳就唔再流血啦。最後同學向書記姐姐同埋呂正文講：多謝你哋啊！以下係余慧賢同學嘅故事。我認為張明珠師長係我學校裏邊最具正能量嘅代表，因為佢係我尊重嘅師長，因為佢俾咗好多機會俾我發揮，例如喺課室裏邊派功課、幫冇返學嘅同學抄寫家課日誌等等。雖然呢啲都係好細微嘅工作，但係佢已經令到我好開心，因為可以幫到別人。老師成日都鼓勵我話：Daisy 要努力上堂，要專心，將來可以教妹妹做功課。就係一句簡單嘅說話，令到我成日都放喺心裏邊。多謝老師。